若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会指示因应该行的路。恁爱享受祝福甲喜乐，因的子孙也要安然徛起伫即片土地。各位兄姐平安，真欢喜大家各会当自主来圣殿来敬拜主。咱即马要来唱圣诗73首来感谢俄罗主，请起立。圣诗73首，但愿感谢上帝。请咱下头同齐来祈祷。慈悲听从阮的阿爸爸上帝，阮要学了你的圣名，因为你创造宇宙万物，互阮享受大自然的好较水。阮要感谢你赏赐阮丰盛的生命，不至万人中拣选阮做你的囝儿，世世代代做阮伫患难中躲闪的所在，甲及时的帮衬。阮要唱歌学了你奇妙的作为，你的圣神保卫师常常保护引带阮头前的路，互阮离开物质的迷惑，甲罪恶的试探。即时，阮谦卑来到你的圣殿，要亲近你、敬拜你，领受你真理的启示，祈求你的心意。亲爱的主耶稣，阮是之罪，竟然会当得到你的疼痛，你甘愿为着拯救阮，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为着阮受定在十字架顶，用你的宝血来洗清赦免阮一切的罪，救赎阮的性命，脱离死亡。主啊，
恳求你的圣灵，你的听，即时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重新得到气力，学习你的行道，用你基督的心做心，互阮充满基督的香味来宣扬福音，用信心甲顺服来回应主的呼召。阮也要关心身体拄着病痛，工作拄着挫折，心内艰苦忧闷、悲重的人，恳求主耶稣的圣手亲自医治安慰因，互主的听围绕在因身边，甲主同行，享受上帝恩典甲祝福。阮主日是总会所定台湾新人院纪念主日，感谢大神董事长，也是李春生教会主任牧师罗阳斌牧师，登到三联教会来正道传讲上帝的信息。恳求主特别赐福台湾新人院，互因的教务甲事工得到主的保守，日日成长。阮也要为着因的需要来大祷奉献。求主互阮的心常常充满感恩、喜乐甲热情，为着宣扬福音的使命来跑走。恳求主坚固阮所做工，感纳阮健康的祈祷。阮的祈祷无完全，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愿伫天下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赦免过犯阮的人。互你带阮入去，救阮脱离的歹。每国万年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启用，请咱掀开圣诗后壁，启用29篇，诗篇146篇，我来启，恁来用。恁着学罗耶和华，我一生要学罗耶和华。恁无伫外口君王，无伫外口世间人。伊一断去，断开，就归土。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站。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要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讨帮受冤假的。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保护出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做到王，要到永远。恁着学罗耶和华。下面咱要做阵来看圣经。下面是学罗，
献歌队要来学老，伊要学老的歌词教导我。感谢献歌队用水的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愿一切荣光归于上帝。这时，咱要来诵读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到31节，是新约现代译本74页。马可福音第10章17到31节。耶稣拄啊上路，有一个人走过来，跪伫伊面前问伊讲：“好的老师，我着做啥物才会得到永远的活命呢？”耶稣问伊：“你有啥物称呼我是好的呢？除了上帝一位以外，拢无有好的。你已经知影这诫命：毋通杀人，毋通奸淫，毋通偷窃，毋通做假的见证，毋通诈欺，爱孝敬父母。”迄个人回答讲：“老师，这一切诫命，我对细汉就拢有遵守啦。”
耶稣主目看伊，心内真疼伊，就讲：你阁欠一件，你去卖掉所有的产业，把钱捐予善良人，你就有财宝藏伫天顶，然后跟缀我。迄人一听见即个话，面色就变啦，忧愁的离开，因为伊真好业。耶稣看周围的门徒，对因讲：有一人要入上帝国真困难呐！门徒听了这话，真着惊。但是耶稣佫讲：细囝啊，要成做上帝国的子民真困难呐！福业人要成做上帝国的子民，比骆驼穿过尖片佫较困难。这时门徒佫较着惊，互相的问：安尼讲来，有一罪会当得救呢？耶稣注目看因讲：人做袂到的，上帝毋是安尼，因为伫上帝万事拢会。彼得才要讲：你看阮已经放下一切来跟缀你啦。耶稣对因讲：我实在甲你讲，既然是为我，也是为福音放下厝体、兄弟、姊妹、父母、囝儿、甲田地的，因的确是真实会得到百倍的厝体、兄弟、姊妹、老母、囝儿、甲田地。同时，因嘛会受迫害，毋过伫来世，因会得到永远的活命。总是真多，一大生的人会变做落马，一落马的人嘛会变做大生。圣经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佫照安尼去做人。今仔日信息题目是拥有甲分享，要请罗永斌牧师来传讲上帝信息，请咱恭敬来听。大家所敬听者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我今早起会当代表新人院来到咱中间来请安来说谢。我是2017年接任台湾新人院的董事长。明年我就要退休啊！明年4月底我就退休。我初接董事长的时阵，第一间代表校来请安说谢教会是咱教会。我要退休进前落尾一间嘛是咱教会。因为我对1996年到2000年，伫咱的教会，伫培牧师带领下面，我做教育牧师。4年久，虽然无讲足长，总是受到教会的栽培、操练甲装备，特别体会侪咱兄弟姊妹对阮的疼甲关心，真正永远拢记伫阮的内心。所以今早起，我一方面是代表学校，一方面嘛代表个人，各位兄弟姊妹对来表示深深的谢谢。愿上帝赐福咱的手所做一切工，请咱大声三甲码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你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上帝，嘛是疼阮人类阿爸天父。主，阮还伫罪中，还无认捌你的时阵，主你经差遣耶稣基督来到阮中间，疼阮，为阮来牺牲性命。圣经讲，主耶稣本来是富足的，总是为着阮来诚做颂扬，嘛，互阮因为的颂扬，互阮会当诚做富足。拄着亲像拄则阮的事会长老基督所讲，凡今仔日会当享受丰盛的活命，会当享受丰盛的物质，这拢是主你所赏赐一切。阮着怎样来管理？怎样伫阮言行举止中间？通过阮所有的一切来荣光你的名，阮早起就是要对你的话中来敲做智慧，敲做主你要互阮的教示。愿上帝你的灵即时运用伫阮中间，亲身来教导阮，
互阮平平拢伫你面前得到造就，得到进步，更较知影怎样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的名。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是大家拢真熟悉的一个故事。伫故事内面所记载要来见耶稣这个人，咱若对照其他的福音书，会知影这个人是一个少年的官。一个人年纪轻轻就做官，而且咱若对今仔日的圣经所描写，又个真好业。真正是一个叫做讲英雄出少年，值得侪人来欣赏。总是伊毋若敢若讲真好业，真有成就，伊而且知影讲爱追求永远活，这搁较难得。圣经甲咱写讲伊毋若来见耶稣，伊毋若走来见耶稣，而且是跪伫耶稣的面前，甲耶稣讲。良善的先生啊，我着做甚物代志，做甚物事，才会通承受永远活？哇！年轻多金，阁遮尔谦卑，所以莫怪耶稣看到伊嘛爱伊。总是耶稣先甲伊纠正一个观念，讲你哪会称呼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以外，无一个是良善的。安尼耶稣咧，甲咱立什么款的典范？咱的主耶稣成做人了后，伊知影讲一切爱荣光归于上帝，这嘛是对咱的提醒。无论你有偌济成就，你有偌济财产，一切归荣光于上帝。伫这个了后，主耶稣马上甲伊指导讲要怎样才会得到永远活？主耶稣甲伊讲你已经拢遵守所有的诫命，所以你着去辨别所有的。分互送养人，过来跟对我，安尼就有买财产，有财宝，积住伫天里。总是结果是甚物款？圣经描写讲这个少年人听了，伊的面就变色，爱忧愁来离开，因为讲伊真好业，伊足有钱。我想这个故事咱拢真熟，早起咱阁复习一摆了后，毋知你有甚物款的感想？要简单想是讲。追求永远活是无好吗？知影追求永远活是无好吗？一个人凭家己的努力，伊努力打拼，有一个成就，累积累积伊的好业，累积财富，这敢有啥物毋对？他会讲伊听到这个少年人听到耶稣甲伊提出的问题，伊就要求来离开。原因就在伫倒位？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讲，伊敢若想要得搁较济，总是安怎无欢喜甲人分享。伊敢若想要得搁较济，总是伊无愿意甲人分享。是安怎安尼讲？请咱想看卖咧主耶稣爱伊辨别所有的，去分互送养人。欠是咧讲所有人若要来跟对伊，就爱拢放下所有财产吗？耶稣敢有伫圣经内面几本，咱敢有看到讲，伊要求讲，任何人你若要来跟对我，都袂使有财产吗？主耶稣敢有安尼要求？无啊。主耶稣敢要求讲，你若要来跟对我，就安怎？看无家己，背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我，敢毋是？但是伫遮。主耶稣是安怎来讲？讲你都要辨别所有的，去分互送养人，过来跟对我。主耶稣要甲伊讲的，就是讲，要得到永远活，是要付出代价，是要努力的。辨别所有的，分互送养人，其实是爱伊了解什么？讲你爱欢喜，愿意甲人分享你所拥有的。总是真可惜，伊做袂到，伊敢若想要得到更较济嘛？我即马足好个我有地位，若阁永远活，毋知偌好。但是要付出，做袂到，所以伊只好忧愁来离开。即个早起咱所读即个咱真熟的故事我要来甲咱邀请咱做伙来想几项
关系拥有甲分享的功课。第一个，我要甲咱想的就是讲，拥有家己努力你足打拼努力所累积的成就，也是你的财富，这绝对毋是多。一个人真打拼你一生有真好的成就，或者是讲你建立真好的家伙，这拢毋是多。总是你若是一直想讲要无正确，要去拥有搁较侪的时阵，安尼有可能你要失去的反倒是搁较侪。这是今仔日的圣经对咱足要紧的一个提醒。你若已经真济你搁安怎？你想要求搁较济，要拥有搁较济，有时你反倒会失去愈济。检查咱要问讲什么是无正确？会追求要拥有搁较济？我要跟咱分享，就是讲欲求不满啦。你若是欲求不满，你都已经真济你一直想讲我要搁较济，我要搁较济，到落尾的结果，有可能你会失去什么？失去你的健康，有时你会失去你的朋友，有时甚至你会失去你的家庭。我想这伫咱的四周围，咱啊详细看伫咱四周围，你可能会使看到这款的例。有的人一世人足打拼，伊累积真好，嘛甲财产拢累积起来，总是家庭破碎囡仔甲伊真清楚，甚至伊的负责人嘛离开伊，互人感觉真可惜。有这款的例无？我想咱会当看到这款的例。但是早起对信仰来讲，我要甲咱提醒的就是讲，更较严重的是，你若敢若伫物质顶面，你想要追求拥有更较济，到落尾你会失去什么？失去永远话。这是早起的圣经甲咱提醒。这嘛是主耶稣捌教导的。主耶稣伫马太福音捌讲一个一句话，咱真常讲一个人袂使你侍奉两个主你若毋是较听这个，就是无爱迄个；你若毋是较看紧这个，无你就是看重迄个。咱的主讲，你袂使你搁侍奉上帝，搁侍奉马门啦就是讲你同齐要服侍上帝，搁服侍钱，你无可能得到永远话。所以咱就要想，什么是正确的一个拥有这是咱常常伫咱的生命中间要去想的。什么是正确的拥有？伫咱的生命中间，我想对咱基督徒来讲，对上帝的儿女来讲，上界要紧的，就是永远话。咱爱看重的，就是永远话。因为世间所有一切，拢会过去嘛。世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一个国王。要求伊的所有的有智慧的人开会，结果所得到的结论的一句话，要互国王的建议，就是讲一切都会过去的。无论你偌高，你偌好业，偌有成就，偌水，这拢会过去，所以咱要安怎样行，才法度得到永远话？圣经甲咱讲真清楚嘛，信耶稣就得到永远话。总是今仔日的圣经进一步甲咱讲，除了信以外，咱来努力啦，咱来真努力。这嘛是主耶稣伫马太福音11章12节伫遐提醒的。耶稣讲，对行世的约翰到现今，天国安怎是努力入去的，努力的人就要得到。你要进天国，你要入天国，你要努力。要怎样努力？要怎样得到永远话？欢喜甲人分享，绝对是一个最要紧的途径。愿意跟人分享，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这是咱伫马太福音25章这个山羊甲绵羊的比喻中间，咱会当看到讲，迄个绵羊哪会当享受迄个创世以来就为因所准备的福气？因为因欢喜分享啊。因伫生活中间随时注意到遐甚至智慧些一个人的需要，因欢喜分享，所以因就得到。所以，互咱看到讲分享是最要紧的。总是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有偌济人常常会记得讲，我爱甲人分享，
我所有的。是安怎有的人做袂到，因为可能惊讲我若甲人分享，我所有的就减少，或者是甚至就失去。其实敢是安尼？第二，我要甲咱思考的就是讲，你若愿意甲人正确去甲人分享，你所得的颠倒是愈侪呢。我希望咱会当体会即款的功课。我伫澳洲10年，阮2000年离开咱教会，到伫澳洲有牧会10年久。伫10年久的中间，有一个会友伊所做的事，一直互我足感动。即个会友就是伊有一个朋友事业失败，移民到伫国外事业失败。伊决定讲安尼好，我要借你一笔钱，当时的钱10几年前800万，毋是真少。总是伊嘛算真大笔，800万借伊，无利息，佮甲讲，你若有钱的时阵，生意成功，才慢慢兴化。侪人看伊即个决定讲，你伤冒险啦，你伤戆啦，伊若生意做无起来，你这钱就安怎迄落水去啊？但是安怎，伊足努力，伊足坚持，伊毋若借伊钱，伊佮替伊想真济只个讲想一寡创意。帮助伊去建立伊的事业，到落尾，伊即个朋友有影事业东山再起，伊毋若拯救了一个讲差不多要破碎的家庭，而且互即个家庭即世人成做伊上好的朋友。到现今，即个家庭成做伊上好的朋友。其实，毋若对个人来讲是安尼，我感觉对教会来讲，你欢喜有好的分享。嘛是你会当得到更较侪呢。咱教会就是一个真好的例啊！你捌想过无？咱的三支安养中心就是一个上好的例啊！就投资的眼光来看，咱提供遐尼大片的土地，佮起遐尼好的设备，佮提供遐尼侪人力，伫遐咧服务。用投资的眼光来看，咱现金。逐个月咧收的费用其实是无趁钱的啦，你若含土地成本拢算落去，哪有趁钱？但是请咱会记住因为咱欢喜分享咱所有的，上帝所赏赐咱的，毋然互一个长辈伫遐有一个真好的安养的条件的环境，甚至是终老的环境，而且咱所做的一切。咱伫社会中间，我想咱拢会听到，特别阮做牧师伫教会中间，常常听到，包括会外人来讲，哇，恁双连的三支安养中心赞，大家都比赞哦。我感觉无简单嘞，毋然安尼你看，侪以后要成立的安养中心，拢用咱做一个model，一个的典范。即款无形的报赏回馈。这毋是咱用偌济钱有法度去买的，毋是干那用金钱当买，是你欢喜分享有迄款的心，上帝所赏赐你无形的祝福是愈大的。所以请咱来记住，愿意分享绝对是正确的。第三，我要请咱做伙记咧，就是讲分享其实是咱信仰的一个真要紧的核心价值啦，核心的价值。是安怎安尼讲？拄则我特别伫。开始的祈祷，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0的祈祷，伫遐安尼写，伊讲：恁知影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本来是富足的，却为着恁成做颂香，互恁因为的颂香会当成做富足。我感觉即句话，咱真正要放伫咱的内心。咱的主本来是富足的呢，是因为欢喜为着咱来成做颂香。所以咱伫即个中间，咱会当脱离颂香，来成做富足。毋然安尼哦，因为咱的主耶稣基督欢喜为咱牺牲性命，分享伊的性命，咱今仔日才有法度得到安怎定头生，嘛会当得到丰盛的活命。所以，咱若有机会有气力的时阵，咱莫吝啬，莫讲我就是要搁较济，搁较济。会记哩欢喜甲人分享，这是圣经济的经节在甲咱提醒哦。咱看希伯来书13章16节安尼讲，
伊讲恁毋通袂记咧行好甲降级的事，因为即款的罪是上帝所欢喜的。恁毋通袂记咧行好甲降级的事，因为即款的罪是上帝所欢喜的。伫加拉太书第6章第9节，嘛安尼讲，甲咱鼓励讲，恁行好毋通失志，若无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圣经一个所在咧，甲咱提醒哦。当然也有真济，但是我感觉有诶圣经较得你若真歹背，至少你会记咧一句《使徒行传》20章35节，伫遐甲咱讲，互人会比甲人摕搁较有福气。这毋是咧画口号，这嘛毋是咧打高空。我想济兄弟姊妹拢知影即句讲，施比受更有福。但是你若无去做，你永远无法度体会到什么叫做施比受更有福。请咱去试看卖。圣经有一句话，我想咱拢真熟，讲你们白白得来，就要白白舍去。恁白白得到，就要白白互人。这句话对倒位来？对马太福音第10章第8节，当主耶稣要找伊学生出去传福音的时阵，甲因交代：你们白白得来，就要白白舍去。伫圣经的中间，咱看初代教会，什么人？甲即句话的精神实行了上彻底，就是巴拿巴。咱看巴拿巴，毋若讲伫初代教会，伊个电闪拢摕出来奉献，而且伊足热心传福音。所以你看伊后来，伊代表耶路撒冷教会去关心安提阿教会，去关心安提阿教会的时阵，伊阁做一件足水的代志，伊去邀请扫罗。甲伊做伙来同工，讲规年久伫遐教育，教导安提阿教会的会友，所以安提阿教会伫遐得到大复兴，嘛造就了以后的扫罗的传道事工。所以这个人真正是值得咱来学习，因为伊嘛是欢喜分享啊。伊无讲我来安提阿，我家己就好啊。我需要同工做伙做工，伊要请扫罗来。今仔日咱会当坐伫遮，我感觉咱伫圣灵教会做礼拜足福气，足好的环境，足好的设备。但是这对倒位来？这嘛是一个信仰的前辈，欢喜分享因所有的。咱今仔日毋才会当坐伫遮。但是早起我会甲咱讲，真值得感谢，是我感觉咱的教会到现今，咱有甲这个分享的精神，继续做真好的发挥，做真好的传承。所以咱看到社会也好，也是讲教会机构也好，拢受到咱真好的帮衬。这嘛是早起我代表新人院来甲咱中间所要表达的。我讲过去10年久，将近10年久，新人院的硬体得到咱的教会真大的帮衬。咱有年美小组嘛有个人真关心。伫遐对教堂、对女性的治疗、对图书馆等等，也有真好的真好的帮衬。男性的宿舍60年久拢无修整，嘛最近嘛拢完工。总是咱要搁进行一个，就是女性的诊疗这个重建我感觉这事工拢真需要咱继续用咱欢喜分享的心，来支持来帮助新人院。今仔日的圣经，恁若读到尾，就真趣味，就是讲，当这个少年的官，伊听了，伊做袂到，伊忧愁离开了后，主耶稣另外讲一个什么假事？伊讲恁若要挖苦钱财要入天国是何等的困难呢？伊讲路途穿过江边，就比恁挖苦钱财的人要入天国更较简单。这个教训一个讲了，学生拢什么人有法度入去？老师若像你安尼讲，什么人有法度入天国？但是通过早起的信息，我要甲咱讲，一个欢喜分享你所拥有的人，入天国足简单。上帝早就甲你准备福气啊！毋然呢？我要甲咱提醒，最后要甲咱提醒一句话，就是讲，一个人存在价值在伫倒位？毋是讲你伫世间捌拥有足济，你的价值是在于讲，我伫世间捌甲人分享偌济。这永远伫上帝面前是受纪念的。
我阁讲一摆，一个人你存在价值，伫世间毋是讲你捌拥有偌济，是你捌甲人分享偌济，这是上帝看做宝贝的。请三讲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当阮看到你本来是富足，主耶稣你本来是富足，欢喜分享你的富足，诚做颂扬，互阮对你的颂扬诚做好业。阮真正常常爱献上感谢，总是当阮伫富裕的中间，恳求你嘛帮助阮，常常会记得分享阮的好业，有帮助济济人伫颂扬中间变做好业。这是主你互阮真要紧的一个提醒，嘛求主你通过今仔日的圣经提醒阮，阮若敢伫世间，敢若要追求拥有搁较济，阮所失去的绝对是永远话。嘛，请你帮助阮会记得，一个人存在价值，毋是讲伊伫世间拥有偌济，主你所看重的是伊伫世间捌甲人分享偌济。愿上帝你赐福载去阮所领受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我真简单，甲咱介绍几项念语，请咱来看这个报告。因为时间的关系，无论是新人院、台湾新人院，或者是这个台南新人院，或者是玉山新人院，这三间新人院真正是拢真需要咱各位兄弟大力支持、大力来支持的新人，因为安怎学生真少，首学费绝对是无够，要保持阁要有真好的老师、真好的硬体，其实真正是讲每年都入不敷出了我直接甲咱做上简单的报告，到伫今年足侪年安尼累积落来，到今年台湾新行院的经常费的缺口是5000万啦，不足5000万。有准备要起这个新寮。女性的新寮嘛，阁2500万，真正这是靠信心。但是我确信，咱的兄弟姊妹拢是听新人院的请咱继续有分享的精神来关心，或者事工会当继续来进行，互新人院会当提供上好的环境、上好的老师，来培养更较侪伫教会会当好好做工的传教者，这甲咱拜托。这是咱这相片是咱教会，特别咱教会对伫教堂、对伫图书馆、对伫女性治疗，包括男性的宿舍，伫还未起进前，甲起了后的情形，你看，我讲即马这花园整理甲安尼这建文遐去特别整理，我讲咱敢若住伫迄别墅咧安尼即马真的真多谢咱咱请咱来看，谢谢。这是女性治疗，整理了后的情形迄当阵拢是救援长老带领年米小组去做这个整修的工作袂使咧足豪华啦但是爱好下用安尼互学生伫遐会当安心你看当时有这个年米小组的兄弟伫遐做伙翕相留念。咱嘛真多谢教会已经有推荐这个建贤长老伫内面担任董事，即马有康维公医师嘛做董事对学校有足大的贡献安尼这是迄个图书馆未起未迄个改建进程未整修进程。大概新行院的建文至少拢50年以上所以真正无论管路无论各方面拢需要真好的整修。即马图书馆有真好的环境这是教堂迄个起好了完工礼拜咱的主任牧师嘛伫遐。
这是教堂顶整修吼，进前甲整修了念伊咱咧看。即摆足整齐吼，足整齐。新人院的迄个建文吼，顶面拢足侪生足侪只个迄个什么树啊啦，什物吼，拢砍掉咧吼，甲清整修了，佮内面嘛重新整理了，拢即摆拢足好势。这是我对咱将近10年久对教会对新人院所做的实际的迄个的贡献，我甲伊拉出来。所以咱今年毋是播新人院的迄个video 所以咱也无配音乐互咱真清楚知影讲咱教会伫新人院做偌济代志安尼多谢。应该是这样的。OK， 谢谢。多谢。继续，咱要吟圣诗317首来回应上帝的听，请起立。圣诗317首，你若欠缺，真希望。
请坐，咱准备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慈悲疼痛咱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感谢你，每天你的圣灵来引带阮行头前的路。感谢你赏赐阮丰盛的性命，阮的健康，阮的财能，阮的家庭，拢是你所赏赐。阮要全心、全意、全性来敬拜你，求主赐福阮的奉献，当得到你的感觉。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我要来报告教会的消息。小会公告，新的长老执事已经选出来吼，即马写一只，咱大家家己会当看。本周特别时间，第2条，本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台湾新人院奉献主日，
真欢喜大神董事长罗永斌牧师代表台湾新人院自本主日第一、第二、第三场礼拜中正道请安甲报告，愿上帝祝福新人院新教育事工，佮祝福全体教职员甲学生的服侍甲身体健康。特别事工，台湾音乐史的新发现讲座，时间是12月初5下晡1点，至9楼联谊厅，请有要参加的人，顾医生干事来报名。请咱佫掀开第6页，古堡庄委员会的消息。古堡庄特别讲座，12月初9暗时7点，12月初9拜时暗时7点至10楼礼拜堂，被邀请罗清德副总统来演讲，对公投议题探讨台湾的未来。第二，原来是古堡庄的讲座解密风暴甲转型正义，时间是12月11拜六，为早起10点，甲下晡3点。中昼有准备简餐，要报名的请学校办公室徐昭平干事主任报名。过来各团契的消息，今仔日除了为夏至歌题的家例会，下主日有嘉南的家例会，请大家踊跃来参加。报告以上，这时要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保养的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真正特别感谢罗牧师来甲教会甲咱分享台湾新行业的需要。请大家爱持续为着奉上帝名所设立的这个学院。因为牧师几啊遍拢甲大家说明过吼，咱今日若要各教会会当起做了好势，新行院的事工特别重要，因为新行院是咧培养这个未来要伫教会中间服侍这个牧师甲传道师，所以咱大家做伙来关心，替因代祷，为因奉献，会当帮助咱台湾的各教会会当得到真大的成长。咱搁一遍欢迎罗牧师。搁另外我也要介绍今仔日第一遍来甲咱中间的几位。这新的朋友，第一位是这个卢环玉小姐，好，卢环玉小姐，好，坐头前，欢迎。第二位是李思伟先生，搁有一对夫妇林品君甲邱世轩，拢坐头前，请坐。其他敢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兄弟无介绍到的，欢迎这个贵宾，等下会当去到阮的贵宾室，互阮做进一步的招待甲介绍。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得到你所想事的平安，保守看顾阮，伫日常生活中间。得到你的照顾、引带、甲看顾，主啊，特别伫即个季节咧交换的过程中间，阮特别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赏赐阮有健康的身体，也保持时常甲主亲密的关系，互阮因为安尼来领受主的祝福。阮也将阮肢体中间
如果若有身体病痛的兄姐，完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医治。心神忧伤的，求你亲自安慰、扶持，也保守看顾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会当哪来哪合主的心意，照主的意思去推动逐项的事工。亲爱的主，阮特别为着台湾新行院来祈祷，求主赐福保守看顾台湾新行院的老师甲同学，互因伫无论是伫教学甲学习的过程中间，主你拢引带保守，会当互即间行业培养服侍你的路步，将来用因的服侍来荣光你的性命，也带互万民福气。望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起立来用上言圣诗515首，至圣天父感谢你。吟诗煞请罗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正大家三角之地，对这粒教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牧导谢恩公受切恳。